你好啊，歡迎大家返嚟我嘅頻道烽火台收音機。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請大家撳一撳個訂閱掣，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咁就唔會錯失我每一條嘅影片噶啦。咁如果我介紹嘅馬匹或者我分析嘅馬匹對你揀馬或者對你贏錢嗰度有啲幫助嘅話，唔好吝嗇你嘅讚好，撳一撳個讚好掣，再將條片分享出去，等多啲人可以接觸到我呢條頻道。有你哋嘅支持咧，係繼續令我拍片落去嘅動力嚟嘅。好啦，因為近日比較忙啦，咁所以就搞到賽馬日先走嚟拍片。係啦，呢啲嗱講咗啲馬仔俾大家先啦。今次咧，首先想同大家講嘅咧，就會係揀第四場。第四場，第一隻會講嘅馬咧，係揀翻近期比較弱勢啲嘅馬房啦，偉達馬房嘅2號馬紅愛社。咁大家可以睇翻啦，上季同埋今季咧，隻馬咧跑咗3場4班，3場4班，兩邊一場都係，另外一場就第5，都係跑緊快活谷嘅1200嚟嘅。咁隻馬而家都即係佢都可以話俾你聽咧，總之最首本嘅就係最首本嘅路程就係快活谷1200啊。咁一落到嚟快活谷1200 4班，佢就已經話俾你聽，佢已經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啦。上季嘅499場次布文騎嘅，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隻馬，每一次落到嚟4班咧，每一次擺布文，即係都係重磅嘅時候都係放布文上去跑甚至即係去一邊一 Q 都係佢跑翻嚟，跑到第5都係佢跑翻嚟。499場次咧，佢可以排喺個2檔，跟住翻嚟衝，即係贏嗰堆馬雖然唔係話一啲好叻嘅馬，但係贏得出嚟嗰半個馬位咧，係贏得好有說服力嘅。到佢今季初啦，100個場，我睇睇先，等下係啦，100嘅場次輸個頭又係布文騎嘅，4班排9檔，輸俾隻快馬飛龍在天，贏咗隻飛輪伯跟住再出嘅時候，其實佢都保中噶啦，已經可以保中噶啦。所以呢場呢隻馬嚟講，4班嚟講，我認為佢係有啲優勢嘅，有些微優勢。今次嘅形勢同佢排9檔嗰場咧，我自己覺得今場同佢今場嘅形勢都係咁上下嘅，佢嗰場都係會蝕喺個5、6位嗰度，翻到嚟衝咁翻嚟，只不過咧追唔到隻飛龍在天。咁今場馬我睇唔到有隻飛龍在天咁嘅馬喺度但係步速一樣會有因為會有隻比特星喺度啦，正常都會唔好話快唔快先咧，即係正常嘅步速會有喺度咯。所以我自己首選咧會要咗呢隻紅愛社先啦。咁跟住第2隻會揀嘅馬咧，我就會揀隻文明福星。有啲分頭添，而家15倍文明福星。眾所周知首本嘅一定係沙田1004啦。大家如果聽開我拍片，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呢隻馬而家嚟到呢一個班，一定係要有檔位嘅幫助，先有機會殺入嚟贏。佢而家呢個班嚟講，相對嚟講咧係比較難嘅。大家可以睇翻呢隻馬喺5班又好，喺4班又好，一定要有內欄遮擋嘅。你要佢去蝕嘅咧，佢係絕對蝕唔起嘅。今場佢排翻個4檔，2檔嘅悠然上升唔會夠佢快嘅。3檔嘅快樂高球1檔嘅多多好馬，呢啲都係偏向前速比較慢啲嘅馬咯。可能會有1隻半隻頂佢嘅可能，但係隻馬最差，我睇佢都係可以喺2碟有遮擋之下嘅情況下競逐嘅。
好彩嘅話，佢會攝得到有個 box 位啊！呢隻馬排個4檔有遮擋，1200佢都有能力去上名啊，贏難嘅，但係要上名加上有啲分頭咧，可以拖翻住嘅呢隻啊！咁所以第二隻咧，我自己會揀隻文明福星。咁再多口講句啦，因為隻馬始終都係沙田1400排內欄都有上名能力啦，係嘛？佢今場縮落嚟，快活谷仲要縮落嚟，縮成1200咧，對手更加弱之下咧，咁呢隻馬真係啊10幾倍係需要拖多住。咁跟住第三隻會揀嘅馬咧，就會揀翻隻比達星啊，因為隻馬始終轉咗馬房之後都未交代啦，而佢一而再可以跟喺前面走，而翻嚟可以入到位嘅，咁贏我睇佢都係難嘅，呢隻馬都係難嘅，但係今場唔會有10分多嘅馬同佢爭住放咯，用佢自己天生速度跑，我覺得佢會有一席嘅機會嘅，所以第三隻我會揀翻呢隻比達星。咁第四隻咧，我就會講隻1號嘅巴閉王。咁第一樣嘢買阿威哥份鬥志先啦，同埋隻馬其實一路都係排個檔，最近4場3場第4，一個第2，其實佢排嘅檔位最好都已經其實係排緊8檔，今次檔位雖然唔好，都係要排差嘅檔12檔，但係隻馬咧都係會有前速㗎，會擺到喺前面㗎。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有比達星喺度㗎，跟住其實再數快嘅咧，其實已經係數到佢㗎啦。咁佢好有機會用佢嘅前速咧，我諗佢係快唔過比達星嘅，但係佢有機會守喺2碟咯。咁佢喺上場，佢喺387場次，佢都係輸俾隻團結勇士輸個頭。咁我自己覺得都合格有餘嘅，呢個職合格有餘啊！咁今場嘅對手我睇唔到有幾多隻好似團結勇士咁樣買到又係檔位係差啲嘅，但係呢個配角我自己認為一定要拖嘅。我自己如果揸膽嘅話咧，3、4重彩我仲會拖埋隻7號馬嘅多多好馬做一隻配腳。咁當然上場係鏟咗入嚟一個馬位，但係咧大家唔好忘記326嗰場佢只係輸俾隻福星小子。除咗福星，即係除咗佢福星小子咧，其實佢贏後邊嘅馬咧，後邊嗰堆馬都係唔叻噶，即係大家如果有膽嘅話咧，揸住嚟拖多注咧，我唔反對嘅，咁如果你冇膽嘅話咧，你唔拖佢咧，都冇乜大問題嘅，因為始終佢贏嘅馬確係唔叻，只不過贏隻福星小子叫做唔錯咯，所以3、4重彩可以叫拖住咯。所以今場我自己嘅馬係2號啦，紅愛社啦，1號啦，巴閉王啦，6號啦，比達星啦，9號啦，文明福星啦。如果有膽信下準嘅，真係揸隻紅愛社做膽嘅，或者你自己嘅心目中有膽嘅，咁咪睇下會唔會俾個機會多多好馬咯，係咯，再嚟講咧，就係想介紹隻 WinPay 俾大家玩下啦，第7場就係推介隻告東尼馬房嘅東來欣賞啦，當然啦，呢隻馬1 Win 3 Pay 必須隻馬贏當然係有機會啦，介紹華榮介紹 WinPay 馬梗係贏梗係有機會啦，但係Pace 嘅機會係比較穩啲比較穩啲啦，即係穩穩陣陣點解咁講咧？咁隻馬其實今次排個3檔已經係一個可以即係可以揀佢嘅一個理由嚟㗎啦，大家睇下390場次佢排個9檔，沿途3碟翻嚟，只不過係跑到第4，輸俾你福星小子、喵喵怪、雷神太保，我自己覺得係跑得非常之好嘅，今場排個3檔，再用周俊樂減多2磅，即係實際孭磅131。其實我認為場馬咧，佢
冇乜特別嘅馬會喺佢前面走啊，可能日日遲千里會快少少，但係可能真係有機會會俾佢守到個波線啊！咁樣翻到嚟直路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好似上場咁樣蝕嘅時候咧，咁入位或者贏嘅機會咧就好應該噶啦，係嘛？咁所以呢場馬我推介俾大家嘅就係呢隻東來欣賞啦，大家仲可以睇下咧，佢季初贏啊082嗰場，或者睇佢017嗰場，佢嗰陣相對嚟講呢個磅比較輕啦。今次雖然話加咗啲磅啊，017嗰場佢可以贏到一身好彩，輸俾天外迎天，呢啲即都係硬淨啊。到佢贏馬嗰場082嗰場，佢沿途嗰場都係要蝕啊，沿途蝕住3碟咁樣衝上嚟。佢贏到星之源、輕功萬立嗰啲馬咗，跟住都冇得跑，贏到你兩隻冇得跑，跟住就退出咗一場啦，跟住再去250嗰場129磅，佢都可以衝上嚟跑個第二啊，輸俾隻3強，贏到隻紅前道，咁嗰場只不過輸個頭到330，我自己認為佢冇乜誠意，可以咁講，冇乜誠意去跑啦。咁上場輸咗個走位咧。咁我自己覺得佢今場應該可以恢復翻正常嘅表現㗎啦，咁呢隻東來欣賞啦，介紹俾大家玩下呢一邊3批啦，好嘛？咁好啦，2場嘅賽事同大家分享完畢㗎啦。咁如果對阿準其他賽事嗰度有啲睇下我有啲咩提供嘅話咧，咁又係啦，喺嗰個留言區嗰度同我聯絡翻。咁同埋啦，上次講開啦，嗰個試玩群嗰度啦，都收到一啲朋友嘅聯絡嘅，咁我先多謝大家嘅支持先。咁係啦，年初3嘅新年賽馬，咁如果邊啲朋友有興趣想入嚟試玩下嗰個群組，究竟感受下咩叫群組咧？現場收嘅嘢有咩唔同咧？咁可以同阿準聯絡翻，咁加入翻嗰個新年試玩群組咯，好嗎？咁大致係咁啦。咁如果有啲咩嘅想留言俾阿準嘅，我都會睇嘅。如果有啲咩想我改善嘅話，亦都同阿準講聲。OK，咁好啦。今次講住咁多先，下期賽事再見，拜拜。